二位，白骨带众神回归天庭，现在对抗古神的仙军有了，但还缺一些天兵，这也是当务之急啊！我掐指一算，若无10万天兵，恐怕难以抵御。那我们现在具体缺多少？缺10万。那还用掐指算呢？别急，我有办法。斗战胜负啊，进来可好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古神即将来犯呀，你是知道的。天庭就几个光杆司令，急需10万天兵天将增援。老夫知道，你拔一根猴毛就能变出一个飞身。你看，你一个人把这10万天兵天将啊，什么意思？想给我薅秃噜啊？但你已经成佛了，就不能做个脱毛，再把这些毛……我成佛跟我有毛没毛有毛关系啊？我成佛那儿我取经封的。你看你又摆老资格。哎，那行，这个事不麻烦你了，我找你的小兄弟来解决。金箍棒啊，你出身东海，娘家有人，东海老龙王敖广麾下尚有5万虾兵蟹将，除了星纹重点和天兵天将差別不大。借来这些兵，我就给你们轉正。确實可以，可事態緊急，東海龍宮路途遙遠，怎麼去比較方便？請隨我來。得虧你答應他了，要不然呢，他得讓我去高老莊搬人。其實我們也沒有必要走那麼快。水流湍急，注意安全啊！吵死了！这怎麼一個前台還這麼挨呢？你看着功德寶，這東海龍宮有點東西。站住！幹什麼呢？怎麼就差我一人啊？有預約嗎你？天庭特使，求見龍王陛下。排隊等着吧。天庭招討使來了，好像是來借兵的。借兵？我東海蝦兵蟹將，豈能是說借就借的？你們兩個去把招討使除掉。我？不攔我？不攔我？當年你們兩個就沒攔住唐僧師徒，現在連他們手上幾個農具都攔不住啊！放心吧，領導，金鱗豈是池中物，一遇風雲變化龍啊！啊，去吧去吧，化龍兄弟。不是我們沒攔住啊，他自己刷臉進來的。阿珍，哎，是你嗎？哎，這是我們企業的元老定海神針呀！哎呀，阿珍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走了這麼多年，我門禁都不敢換，我就是為了等你回來呀！參見龍王陛下。阿珍，今天你回龍宮就是回家了，這樣你千萬不要跟我客氣，好吧？有什麼需求你儘管講，直接講。行，小兒啊，那個碰上點困難，想找你借點兵。小孩是真不講究啊，也不說留咱吃個海鮮自助餐。這不請咱吃了個閉門羹了嗎？兩個棒槌，連個棒槌都攔不住。
那智能化门锁还是有一定劣势的。我平时养那些程序员干什么吃的？这个系统这么久还不更新吗？阿珍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自从你被那个泼猴抢走，被那个大圣借走以后啊，我们是地震海啸频发，生态破坏严重。你知道我们死伤了多？我朋友们见着在海里还抹眼泪儿。龙王，唇亡齿寒，这天庭若倒，你东海岂能独善其身？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讲，你就说天庭把你借走以后，剩下我们东海生态损失费、物品保管费、海底植被安置费这些费用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他们结算一下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能帮你讨回補償，你就能借我們兵。不，你先別輕易答應他，那個不好辦。一言為定。西游這個項目早完結了，團隊都解散了，你呀去其他部門問嘛啊。這回你別想踢皮球，這事肯定歸你們管。是歸我們管，不過要申請賠償，需要東海龍宮先提供定海神針被驅走和地震海嘯的因果關係證明，以及1000年前的原始環境評估報告。可以辦理貸款，但需要抵押物。一般需要什麼抵押物？一般需要天才地寶，比如金箍棒。華子，東西我拿到了，這次一定可以。轉正無望了，我回博物館當棍兒了。當棍兒倒是簡單，但是咱現在最重要的是得想想辦法，有沒有別的招兒。根據智能數據分析，哪吒三太子與龍王有救援，或為突破口。哪吒，把他押給龍王，太缺德了吧？不啊。商業較量比的就是籌碼，這叫資源置換。我聽說哪吒好像沉迷遊戲，咱要不要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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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